客家委员会推出客家白家大纸，鼓励民众去客语店家来消费讲客语哦。虽然台语无委员会，也毋过一寡推销台语的友志是整理台语友善店家的地图。嘛，伫双北市募集台语友善的店家，要推出台语的菜单、拍影片来宣传，望讲会当大家做伙来创造友善的台语环境。你好，这有菜单，这嘛有台语菜单，有板凳红豆，大家好啊，还有真侪口味。唔但有台语菜单，头家含人客用台语互动开讲，嘛提供优惠鼓励愿意开喙讲台语的人客。这是民间团体大家讲台语最近在台北、新北推行的计划，希望募集台语友善店家。目前已经有一寡少年头家加入，有做台语乐器的，嘛有厝内卖水果、卖冰的，因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要伫生活中创造讲台语的环境。家己想要食啥，家己讲，这是一部分；另外一部分嘛想要互较无机会讲台语的细汉朋友，会使去使用这过程中嘛足趣味的，嘛足好耍的。冰淇淋的口味因为顶悬伊拢有写讲台语要安怎写，若是真正袂晓念，阮嘛有录音，你会使听。大家讲台语的共同创办人讲，因过办活动，定有民众反映讲，伫咧北部想要学讲台语，却定定无机会，也是感觉碍叫，唔敢讲。团队今年申请到文化部的计划帮助，希望透过提供台语优先店家的打纸，佮有甲店家拍影片推广，要结合店家的力量，做伙来打造一个搁一个优先的台语区。就是所有语言拢共款，需要的就是一个环境，提供消费者一个小小的优待，安尼互伊有更较直接的动机，会当讲因为我会使摕优待，所以我来使用台语的菜单，甲讲台语来注文。其实，因过伫咧网络民间就有人发起台语友善商店的地图，甲愿意甲人去讲台语活动的店家记录起来。因为今年大家讲台语团队进一步用实体的活动，鼓励店家和消费者用台语点菜，嘛通做回学无共美式的台语。记者卢尚珠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